逐当的11月到过当的2月哦，田鸟仔鸟会飞来台湾过冬。这个季节嘛，拄好是婚姻关土豆在大出，所以这款豆鸟嘛，互叫做土豆鸟。昨午进行普查，咱全国土豆鸟的数量是有16000多只，伫婚姻关哦，都有13829只，嘛创新高。若要认出土豆鸟，就是认伊的头冠有一撮长长的毛翘翘。每一年在11月到过当年2月，拢会飞来台湾过冬，因为常常捡伫拄收成的土豆田里，才会放号做土豆鸟。今年1月19，土豆鸟普查数量搁再创新高。今年土豆鸟大集合活动，有喜爱鸟类的志工在云林、彰化、宜兰、台中、嘉义及花莲等地，总共记录到16029只，其中以云林13829只为最多，并且创下历年纪录新高。云林野鸟学会表示，学会对2009年开始推动县内土豆鸟普查，2012年扩大到其他县市，2024年普查数量超过1万只，今年搁再增加到16000只，其中超过85%的土豆鸟都是捡伫咧云林县。小便痕它对我们所观察对农药跟土壤的有机质，是还算蛮敏感的，所以当我们农民的一些农作它的改变。它农药能够去使用农药能够去符合农改场的规范，那化肥可以减少使用化肥，比较会想要来到我们这个栖地活动。云林野鸟学会表示，过去农民若看到土豆鸟，拢会认为讲是咧破坏农作物，会去甲赶。经过这几年的推广，即马嘛有真侪农民开始咧关心环境生态，重视喷药啊相关规范，对生态保育尽一份心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